就算讲立法院已经表决通过电池卖起价，不过经济部讲电池同款的依法来起价，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就放调讲要冻结经济部预算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伊希望国会会当保持理性，嘛期待立委会当支持拨1000亿的预算给台电。 4月开始，全台湾调整电价，影响国内部分物价对立起价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今日出席立法院，讲出当初电价调管方案有向行政院争取相关的预算拨补，才会当降低电价调管的幅度。 这样的一个调账方案，是我们一定要跟院里面争取相关的预算的拨补。那这样的调账的幅度呢，就不用调那么大。 好，所以希望这个最佳的预算呢送到立法院来，也希望各位委员的支持。针对南北两党进前提出卖起电价这个决议表决通过，不过经济部甲台电也是依法遵守电价审议结果。这原来让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出招化工。 关心经济部的预算，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，希望国会会当理性问政，经济部也是会拍拼做代志。对初3要提出电业法49条修正草案，直接交付议头，希望以后若做有关电价调管还是调降，拢必须经过立法院同意。在你的专业角度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们当然是认为现在的机制是比较好、比较对的。如果这个还要到立法院同意的时候，那这个整个的时间会衔接不了。 而且非常有可能，比如说审议会说是 A 方案，那立法院改成 B 方案，那这样的话，未来我们的审议会的机制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情形。我们这一次的调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的限缩，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部长还一直强调的话，我们就赶快来修电业法。你来把它讲清楚，沟通我们都乐意，对要的这些的资料，我们也都非常乐意提供。立委呼吁。 经济部应该就要好好甲立委沟通，有关电价调管的原因甲幅度，安尼无未来电价的议题也是会引起调影对立。民进党无排除会提出调影协商，专案进入1个月协商的冷冻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